距港7公里的长翠标庙信众举行祭拜仪式，以纪念清水祖师的圣诞。这项庆典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宗教传统活动之一。清水祖师圣诞祭拜仪式在长翠标庙庄严举行，现场由信众及庙宇管理人员共同参与。在当地传统信仰中，清水祖师被尊称为能够给予信众保护与平安的神明。通过这次祭拜仪式，信众祈求并表达感恩之心，同时祈愿家庭与社会获得健康、平安以及福泽。Ulang tahun Century Chaucer. Ya. Dewa ahli nujum lah. Setahun sekali. Century Chaucer. Dewa utama Century Chaucer. Harapannya damai, selalu sehat, semua umatnya murah rezeki. Itu saja harapannya. 除了作为宗教传统的一部分，清水祖师圣诞纪念活动也常为加强长翠标庙信众之间交流与团结的重要时刻。Muhammad Aidil Pal TV